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先头个先来关心，昨暗头仔有一个查甫人，在台铁区间车说是大声乌白奖，甚至是呛讲要来杀人，是引起车顶其他的民众惊吓。115年3月25日17时50分许，本分局情治中心获报，台铁1248次区间车第8车处有民众大声喧哗，并已有恐吓公众的行为。本分局立即统合调派中立及桃园所优势警力上车查找，发现一男子符合报案人所描述之特征，立即将该名男子及相关证人带返驻地厘清案情。警方接到报案了后，等列车停靠伫咧中立站的时阵，就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伊的情绪嘛有恢复较稳定，配合警方的调查，专案是依照恐吓公众罪嫌来上班。另外，咱来看大埔市有民众讲，伊伫咧仁爱路4段巷仔内，去互共一个查甫人挑工甲弄，而且是这身躯规个挖过去，甲伊弄甲真大力。警方调查落去，发现讲，这个25岁查甫人，讲是因为不满过路人行路拢头伫咧看手机啊，所以是调故意过去甲弄了。目前这报案的民众是考虑敢要甲提告。我就跟着他，又撞另外一个女生。警方接到报案，赶紧到现场来处理。受害人对警方来说明经过经过。女子上班途中走在东区的这条巷子，控诉被人恶意撞击，就像日本的蓄意撞人事件，甚至受害人不止一位，蛮危险的。因为这应该有点随机，而且也不晓得他的心态是什么。我在想现在人是不是压力蛮大的，然后可能发泄一下就是撞路人。其实我是有小孩，就也会担忧说会不会他也会攻击小孩。原来报案的人讲，连续这几天，伊甲其他同事行伫仁爱路4段的巷仔，半路拢互共一个查甫人形容大力甲弄落去。而午早起8点外，伫路的发现这个查甫人，有时随冲去甲伊理论，可是反倒转互对方踢一个，伊随去报警察。孙姓民众报案，指称有一名男子于仁爱路4段巷弄内多次刻意以身体冲撞行人。孙姓女子表示将考虑提出告诉。涉案的25岁姓徐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不满过路人哪行路哪看手机啊，所以我挑工牌闪开，才当场弄着。但过报案的人讲，安尼弄着真大力，会甲人的手机弄落去，甚至可能互人直接倒伫涂骹。报案的人就才在考虑是不是要告伊。故意在路上冲撞行人，导致行人跌倒或是手机喷飞，可能已经涉及了刑法的伤害罪或是毁损罪。如果在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发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逮捕这个行为人。若是行伫个路的，互人挑工弄甲受伤，律师建议应伫警方到场进前，当场甲涉案人抓来，互后壁提告追究责任时，互侦查机关相关程序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76岁阿嬷去互狗仔咬甲规身躯全伤，超过200个空喙，目前是一个大病院伫咧治疗。警方调查落去发现，讲这3只狗仔那像是附近家调饲的，这狗仔主人是已经互依照伤害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护理师甲医师斟酌咧替病人检查清理空喙。中华鼻头进前发生一位76岁姓陈的阿嬷，互狗仔肉佮咬着伤的事件，规身躯超过200个空喙，伤势严重，目前已经进行4解清创手术，人也佮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空喙内底是无佮看到有人啊啦，不过就是因为伊本来一开始空喙就深啊，迄有诶沙啊、垃圾物件拢掉咧，要挖骨头诶所在啊。伊安尼要到200外个空喙吼，差不多10外空喙，目前还搁咧发放啦。这空喙就是洗洗清清诶，安尼，若真正较好时阵，才会法度甲填起来。经过警方调查，调阅相关监视器，这3只咬人的狗仔，那像是附近饲家场饲的。除了阿嬷骑铁马互狗仔攻击，嘛有一位骑机车的少年仔，互这3只狗仔咬着伤。这2位受害者甲家属已经完成笔录，专案依照过失伤害罪嫌侦办。有关本辖妇人遭狗咬伤一案，经本分局调查完毕，全案依过失伤害罪嫌函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民众若饲狗仔，一定爱确实看锁啊，避免发生狗仔虐人、咬人的意外。若因为管理有过失造成伤害，除了会有民事赔偿，嘛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早起各地拢有较凉，不过日时东北季风减弱，这气温就会变较烧热。敢若东部、东南部、佮恒春本岛地区有可能会落阵雨。咱做回来看分图。今仔日北部、东北部早暗的低温大约17、18度，其他所在是19至22度。因为日时北部、东部的高温会升悬到23至26度，其他所在有可能会热到31度。不过暗时又有方面接近，加人北海岸北部地区的水汽会增加。明仔载北台湾气温又更加这落雨的范围，甲雨势嘛拢会愈扩大，所以天气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南投仁爱乡进前的乡长吴文忠任内是涉嫌替工程的后车，经过几啊档的审查，最后是去互法院来判刑18档6个月。本地经过就爱去封关，不过查落去才发现，讲伫咧2023年，伊就已经弃保监督，检方声称甲伊的保证金不收，也已经甲发布通知。损失灾害现场和民众互动，南投县前仁爱乡长吴文忠甲承担工程的厂商收乌钱，互法院重判18年半。本地应该顶个月发假执行，但是人早就已经离境，检方认定弃保监督，声称不收保证金，而且发布通知。当地民众听到错一个，当然会很压抑啊，想说应该没有什么事吧，怎么会需要跑掉我？在当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还有看过了，出事之后可能就没有再看过。他在部落都蛮好的啦。吴文忠2018年当选仁爱乡长，检警调查发现，讲伊利用工程的机会，向着表厂商收5拍到15拍的空米相互起诉。2021年1审的期间，以100万交保。2023年2月，伊对汤机场出境。2024年3审驳回上诉，判刑确定。上中检执行发现早就已经监督发布通知。今年3月，还有其他特效法会判决确定案件并案来通知，但伊早就让讲。被告吴文忠系于台中高分院判决后，最高法院判决前之112年2月1日从桃园机场出境。被告吴文忠出境时，当时尚未送本署分案执行。吴文忠原定2月24发假，甲大陆还未到。检方解释讲，伊是伫判决确定进前就监督出境，行踪不明，明显是要闪刑责。除了没收伊的保证金，卖全面追查吴文忠到底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油连接事业部的这个前执行长齐汉也涉嫌贪污，所以伫咧1审宣判进前，就整顿这电子卡价来逃亡，而是也是去检警来抓到。另外，还佫有帮助伊逃亡的共犯嘛，拢总互逮捕收押。前乌衫的10人，互警方对车顶抓来，涉嫌贪污2160万的前中油连接事业部执行长齐汉，191审宣判前4天破坏这电子监控的设备了后走路。警方日时暗头伫台东太麻里找到伊，甲协助伊走路，共犯4人10人，甲2个人抓起来。下车的时候就在那个现场，他自行破坏，没有别人参与。道路往那个桥下丢。那个桥，那个河床是干枯的。来，我们去看监视器。3月21日下午，在屏东县万峦乡潮州大桥旁合体寻回遭丢弃的电子脚镣，还有手机各1只。楠梓分局在派员在3月24日晚间到台东县太麻里乡某农庄追缉徐某到案。歹去电子监控设备装伫证物袋仔内底，警方讲，齐汉进前就另外一个4人的女性朋友陪同，坐摆到屏东去看这走路路线。伊19对徛街南仔溪坐公车到左营，佮转半迄车到潮州，煞来佮坐客运车到万峦。甲电子卡款公派了后，由4人的10人驶宽二车去接应，一路走到台东一个农庄，中途一直换车要制作饭店。他是前几天入住的，透过我们的朋友说，他需要是来山上休养身体，好像身体状况很差，这样子进来3-4天，对，3-4天。我们其实是没有对外营业的，我们想说他可能是需要帮助的。塑胶袋内底放齐汉甲4人10人衫裤，经过了解，共犯4人10人，因为假释伤害甲早起，互判刑6个月，相关是同一种。检警所判2个人可能因素合作走路，4人10人互抓到了后，即阵已经发监执行。到3天看路线，4人10人是伫20就互收押，正伫调查是毋是有其他共犯。齐汉是25透早归押禁见核准，并且全面禁止通信甲收集这物件，也袂使看报纸、电视，也是听广播。执行上界严格，禁见无得通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
NCC 对3月开始试办手机若是接到无显示号码电话，会先报送机因为警示，阻挡大约4万通可能是诈骗的电话。对6月开始市内电话嘛要实施。再来看联合报，坐高铁的时阵，常常因为速度紧，也是经过崩坑，这手机的信号就无好。高铁宣布，甲3大电信业者来合作，开20亿要改善，按算明年底的全线完工。落尾是中国时报，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牵涉台北京华城甲政治献金案，今仔下晡1审就要宣判，若准逢判刑10档以上，安尼2028年郭文德就袂当参选正副总统。咱过来看，要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和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甚至阁要来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人选的徐春英，是涉嫌长期配合中国来收集咱国内政治情报介入选举。检方是依照反渗透法定罪来甲起诉，法院也裁定要继续收押禁见。因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批评政治外污。慢慢行入警备车，伫我通头前的是徐春英，在去互2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了后，互裁定继续关押禁见。徐小姐会后悔吗？会觉得委屈吗？城市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伊互检方指控，嘉中华两化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张金明这人涉嫌受中共的指示助选，伫民国111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也过113年的总统大选，替郭文铁甲黄珊珊徛台，涉犯反渗透法这的罪嫌来起诉，被检察将当来量刑。不会说老公给我们钱啊什么的，这个该讲的我就讲，检察官起诉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那就只能够到法院讲了啦。检方起诉2个人，受中共民政部加民叫上海市委组委会官员指示，毋若协助助选，更加向中共表示忠诚，涉嫌长期配合收集国内政情，监控举报中配伫台湾的言论，借此得到统战的红利。检方进一步指控因讲有动员中配能力，向国内政党讨讲要伫无分区立委的席次。任何一个国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权益应该我们要予以保障哈。在没有确定判决之前，应该都是以无罪推定的这一个基础来断定哈。徐春英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也捌互党内提名列做无分区立委，均互检方起诉，也互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起诉内容是政治的语言，毋是法律的语言。强调徐春英当时是伫真侪人的初选中选出来，莫互司法变做执政党抹红抹乌在野党的政治工具。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维护台湾和平，也有反对武力威胁的立场。另外，这期的参议长韦德泽伫咧2020年捌来台湾访问，即马6月初个拍算要带团来台湾，不过迄段时间，这期的总理有可能是要去中国来访问，互外交的变数增加。我是台湾人。希望第一日欢迎讲花旗全场的立委拢徛起来拍扑架，这期参议长韦德泽2020访问台湾时阵的演说，大家学到解答字，让了6档，传出韦德泽佮计划要来到台湾，时间可能伫咧6月初。I think in times of growing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Czechia and Taiwan should really cooperate, support each other. 不过，这期的媒体报道，这期的总理巴比斯当咧考虑要访问中国，时间可能是甲韦德泽访问台湾的时间同款，嘛增加外交布局的无确定性。目前捷克政府想要扩大他们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捷克跟台湾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任何的破坏。Fitzgerald 要来台湾，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明，捷克跟台湾的关系维持稳定。深化伙伴关系，行政院长邓凯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致辞的时阵嘛特别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真侪重要的场合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反对武力威胁等等，表达感谢。希望台日双方未来的经贸合作交流能够更为热烈，而且我们在体育交流方面也非常有成就。这一次我们都没有能够在 WBC 达到很好的成绩，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再向世界体坛进军。本来でありますと、
WBC におきましては引き分けが一番良かったんであ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ですね観戦されたことを国民よく注目しておりました。卫丁会长嘛进一步表示，即马国际局势充满无确定性，台湾伫咧自由、人权也个法治方面的表现，国际拢正肯定。伊嘛继续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也个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的国际组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伊朗是驳回美国提出的中东暂时停火计划，家己阁提出5个条件，而且扩大去攻击以色列甲波斯湾的国家。然而，美国总统川普嘛有呛辩讲，伊朗若是唔接受因提出来这个协议，特别发动地下式的这个攻击。伊朗透过国家电视台发布家己的计划，其中包括停止杀害伊朗官员，确保袂阁再受到其他战争赔偿，停止敌对行动，也有伊朗行使对荷姆兹海峡的主权。و باطل و هر حق طلب آزاده‌ای تحت تأثیر امواج رسانه‌ای شما اغوا نمی‌شود。美国总统 Trump 甲记者讲，收到伊朗送来的尤其的大礼，而且表示美国提出15点中东停火的计划，内容是限制伊朗核计划、管制飞弹发展，也有区域安全，才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If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been defeated militaril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President Trump will ensure they are hit harder than they have ever been hit before.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bluff, and he is prepared to unleash hell. Iran should not miscalculate again. 另外，白宫也对外宣布，Trump 会伫5月14至15去访问中国，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若习近平以后也会访问华府。同讲，伊朗对以色列甲波斯湾国家发动更较侪攻击，锁定以色列甲美国伫咧当地军事基地。以色列虽回应攻击伊朗伊斯法罕地区真侪大军事攻击目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除了中东这个俄乌战争嘛是战未煞，到当罗西亚是继续咧轰炸乌克兰。24点钟来有派出买1000架无人机去空袭，至少造成8人死亡。就连世界遗产的毕达丁修道院嘛是严重受损。而且乌克兰甲美国顶礼拜才进行和平的会谈，罗西亚随着去大规模轰炸，这个互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批评罗西亚，根本就无影想要停战。乌无人机拍到建筑物发出真大声音，迄也佫高烟随清出来。24罗西亚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空袭，迄天透早先是用392架无人机进行暗示的袭击，随后24增加发动550架次空袭。24点钟内底发射将近1000架无人机。即摆连离战场较远的西部城市拢真做攻击目标。位伫利维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也就是伫17世纪初期来兴建的伯纳丁修道院也互攻击，民众是惊到要死。Руки трусились, ноги трусились. Це дуже до цього не можна звикнути. 罗西亚伫24的空袭范围包含乌克兰全国，79个城市拢遭受攻击。亲像西部的利维夫、特诺皮尔甲伊凡诺法兰克福斯克，各地真侪所在徛家病院甲人员的基础设施拢受损，也有死伤的消息。位伫中西部城市温尼查，真侪建筑物都火烧起来，消防队是四界拍火。伫国际社会焦点伫中东战事的时阵，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最近上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部分的国家放宽对罗西亚的制裁，等于是变款来鼓励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Масштаб цієї атаки свідчить дуже чітко, що немає у Росії наміру реально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А якщо врахувати, що Росія ще й допомагає іранському режиму. 乌克兰甲美国代表团伫伊佛州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尽管罗西亚方面并无出席，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议员发文章讲会议有建设性，讲离这全面和平协议更加进一步。结果罗西亚上来就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敢若对美国甲乌克兰会谈释出的和平信号泼冷水，也外界怀疑罗西亚定会谈判的诚意。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Meta 公司的社群平台包含 Facebook 等等，去互美国新密西根州裁定违规，讲因无法度保护儿童来脱离性剥削，也有有害内容的侵害，得罚大约代票120亿。这也是互看做美国头一批针对社群伤害儿少的指标性判决。所落来可能就换 YouTube 也有 TikTok 就要面对这款的官司。
经过3年的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第2日做出重大裁决，认定全球上大的社群网络公司 Meta 旗下的社群平台，包括 Facebook、IG 和 WhatsApp 等等，无法度有效保护囡仔，莫受到性暴射和网络招揽贩卖人口等等有害内容的侵害，已经违反新墨西哥州的无公平贸易行为法的部分条款，拢总有几千项的违规行为，各项违规相关罚$5000，拢总加起来是3.75亿美金，差不多代表有120亿这么多。It's hard to put a number on people that potentially harmed or kids that were harmed in all of this. So 5 was kind of like, if that's the top tier that we're allowed, then I think each kid is definitely entitled to that maximum amount. 新墨西哥州的检察总长托雷斯在2023年的诉讼书内面讲，Meta明明知影透过演算法向用户来推播广告和相关内容，会造成青少年大安的调调，而且或者在性强夺者伫遮犯罪。但是 Meta 的高层早就知影这个平台内面有藏危害囡仔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所以宣布去插内部员工的真侪摆警告，甲公司的利润放伫安全的顶悬，持续甲公众讲白贼，误导用户安全资讯，而且暗藏实情。为着要调查这个案件，新墨西哥州的检察官是透过本地建立一个13岁少女的假小号，结果发现这个小号随着有大量的儿童性虐待的相片和性信息传入来，认定指控是真的。但Meta对判决是表示遗憾，而且会阁上诉。I don't believe they're doing these things to intentionally harm children and like they want that to happen. But it was the point of that they still know that it's happening, and yeah, they're doing things to fix it a bit, but I really do think they could be doing more, and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对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案件会让大众看作是美国第一波针对社群伤害儿少的指标性判决，将有可能会引发刷落来针对 Google 的 YouTube、TikTok 和 Snap 亲像这种的诉讼条。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伫咧今年年初，葡萄牙国会议员有提出6项甲台湾相关的议案，包含要伫台湾设立代表处等等。跨党派议员是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等等的重要性。咱公司国际记者陈文静甲陈希伦嘛有去到葡萄牙国会采访这个提案的优待议员，咱做回来看因的报道。欧洲许多国家在台湾设有代表处处理双边事宜，而葡萄牙在台湾还没有代表机构。就有议员在国会提出议案，希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及设立代表处。提案虽然没有通过，但已经展现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Taiwan é uma democracia consolidada, parceiro econômico estratégico, ator central nas cadeias globais de valor e país com o qual a União Europeia aprofunda relações de forma clara e assumida. 包括自由倡议党在内今年1月。葡萄牙各党派拢总提出6个关系台湾的议题，这是最近几年台湾议题。后一摆伫葡萄牙国会上提出来讨论。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Portugal to be represented in Taiwan because, again, the semiconductors industry, the education approach that you have, those thing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present, to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tugal and Taiwan. So it's common sense, pure common sense. 优待议案经过议会投票，因为多数议员各路中国压力，拢做着否决。不过台湾的关注度已经明显提升。我们非常感谢为我们提案的政党，还有在这个全会讨论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发言支持由我的国会议员借由这一个提案。国会议员的呼吁它可以让更多人去注意到台湾的议题，进而去思考。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台葡关系的推进都是有帮助的。The original name of Taiwan was Formosa,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Portuguese. We'll insist. That's what we can do. We can't change the world, but we can insist. That's our part, and we'll do it in the future. 继续伫欧洲各国陆续伫国会讨论优待议案了后，葡萄牙也已经行出第一步。公司国际记者陈文静、陈希伦，葡萄牙李书芬报道。国际有虾米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针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被改名做台北代表处的争议，立陶宛总统强调，台湾代表处的名早就定案，希望会当来发展甲台湾抑阁有中国关系，毋过未接受中国施压。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因为策动政变被随行判刑27天，不过3月的时阵，因为感染肺炎住院，但最高法院是裁定允准伊伫处理软禁服刑。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川普任命13位科技业的人士做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顾问，包含超微的董事长苏姿丰，也阁有辉达的执行长吴仁斌。镜头转来看国内，华东防卫指挥部伫咧台东太麻里有进行火炮实弹操演，有风声伫咧传讲美国的人嘛有伫咧现场来观察。但国防部长顾立雄敢若表示，台美之间密切交流，细节是无法度来评论。另外，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受接受邀请伫咧美国涉国论坛来发表录影的谈话，强调台美是国防产业的同伴关系。4台 M60A3 战车开入太麻客场，向加上敌军伫海堡顶的战车发射火炮，精准打击画面真震撼。命中目标。这摆操演为了增加实战化元素，特别将重要的战车作为射击目标，模拟想要登陆敌人，那互官兵体验瞄准车甲传统标靶无同，也感受击着了后造成敌军损伤的真实感。难伫下当近距离看到战车发挥的强大火力，受邀参观的民众看甲心神。亲临现场，所以比较有震撼感，这样。我觉得训练非常的精实。国军华东防卫指挥部伫台东太麻里海堡实施135年正义操演实弹射击演训，甲105榴炮战车装甲迫炮车甲机枪，数十种重型武器车辆，变成密集火力进行演训，验证官兵为占领阵地到空中参地面协同组成的能力。不过，传出现场也有美国军官在场观察，和台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更加引起关注。炮演是属于我们逐步在推动这个实战化训练的目标了。那至于相关有美方的人员在场与否，我想台美之间一直在有进行紧密的交流。中华自我防卫论证副总统萧美琴受美国国务次卿海伯格邀请，以录影方式出现，伫美国国会山庄甲涉国论坛发表谈话，聚焦台美国防产业伙伴关系。Our defense spending continues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with a strategic focus on asymmetric systems, autonomous platforms, sustainment, and resilience. We are accelerating force training and civil defense preparedness. 萧美琴表示，美国国防授权法新增条款支持双方共同开发无人机、甲管制无人机系统的能力，代表台美已经为传统的美美关系转为真正的国防产业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将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逐条来审议。虽然总统赖清德是搁在呼吁在野伫爱支持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一条都袂当减，不过干那飘地着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完袂煞，落尾也是决定另日再搁来审议。另外一方面，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是质疑讲，目前有19项军购拢还未到货。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解释讲，有真侪项拢是后续才去增加，所以唔才会调整交货时程。我们就没有限缩在对美军事的采购。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强化我们不对称战力，我们的目的不是对美。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甲民众党的版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25逐条来审查。不过，高是草案的标题，条页就开始对徛。在行政院版本的提案里面，那除了有关于这个台湾委制跟商购之外，那请问一下，在这个条文里面哪一条是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又是什么国家？我没有办法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机密战报已经做过回答。如果说当时没有参与的人，对，那你有参与你就应该知道，那你明知故问。国防安全研究院上新民调显示，针对感受认同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有59%，每6成的民众认同。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态度，支持的比例有到62%，无支持的22%。总统赖清德嘛，搁一届甲立法院发声，支持无拍折的行政院版本。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是依照整体建军需求所做的规划，不只是装备的筹获，更是整体作战能力的建构。不过，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出质疑，除了国防部讲的3项军售引擎以外，其实还佫包括气舰飞弹、汽车飞弹等等加侪项目。F-16、MK-48跟
AGM-154以外的其他部分，我们很多都是属于增购的部分。那因为有增购，就因此就期程呢就有所调整。那在这个部分上面，事实上有很多也已经在交运，或者是已经交运完毕。郭立雄强调讲，针对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嘛不了着急，也那延伸交回部分，美国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加速推动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中东爆发战争，伊朗来封锁荷姆兹海峡是引起国际油价冲关。伫咧南韩甲日本是已经启动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包含要调动原油的库存，也呼吁民众爱较俭利用咧。就连政府嘛带头来限制公务车的使用。因那咱台湾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示讲，已经减少使用公务车，国防部也当咧规划要照办。从我本身做起，我们所有对外的车辆出入的时候要尽量的精简，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影响中东情势，造成能源供应中断继续起。行政院比较邻近国家韩国限制公务车的使用来制定，国防部也透露，当咧规划执行，调查刘伟表示乐见。公部门先行，我们也希望国人大家也一起来因应这个险峻的中东战事的不可预测性。少开车了，就少用油，这方向是正确的啦。行政院也该呼吁全民尽量多使用公共的运输工具。那台湾各国也努力咧稳定能源供应，甲物价。日本政府宣布，为日落开始，释放总量大约5300万桶的国家石油储备，甲油价补贴。为着响应这令，日本业界甚至建议政府鼓励远距办公，加提悬公共交通使用率，呼吁会当就高速公路速限下调10公里，以减少燃油消磨。韩国方面，除了限缩公务机关的公务车使用，也启动主管性质的全面责任行动，呼吁民众缩短临时区的时间，低调出门，尽量骑脚踏车，下班关电脑等10项措施。 비단 에너지만이 아닙니다. 배달 용기부터 의료 도구까지 우리 일상에 석유 화학 제품이 쓰이지 않는 곳이 없기 때문에 언제 어디서 어떤 문제가 벌어질지 예측하기가 어려운 상황입니다. 민생과 경제산업 전반에 발생할지 모를 중대한 위기에 대처하기 위해서 정부 차원의 비상 대응 체계를 선제적으로 가동해야겠습니다. 都惊中东战事走向长期化，韩国政府除了伫青瓦台设立紧急经济总方式，另外也设立紧急经济本部，由总理金敏秀担任本部长，为物价金融稳定到海外管理，整合各部会集中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中东的战火除了影响能源，也去影响到石化原料的供应，亲像塑胶粒啊、PVC 水管的成本就起2-3成。经济部表示讲，已经有去和石化大厂来协调，暂停对外输出大型供应予咱国内。也强调，若是有调工顿会进行，因会去稽查处罚。 去到国内连续5金零售通路上的门市，5金通路内面定看到的 PVC 水管、国民生用品塑胶粒啊，即马都要好运才买得到。因为中东战事影响石化原料的供给，塑胶相关制品是出现抢货潮，业者讲进货成本早就大起。近期进货成本也有所调涨，那整体涨幅大概落到20%到30%。那目前厂商因为价格幅度太高，有些厂商已经无法出货。 5金零售通路业者讲，这波塑胶原料起价，防冲击的用品是包括塑胶管、建筑材料和汽车零件，拢面对起价压力。另外一间国内的连锁5金生活百货店，伫塑胶制品区，平常时就真侪人买塑胶粒啊的 size， 大多数拢红烧了了，还有数购嘛一堆人在抢。在未来呢，整体成本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将是市场的状况跟市场成本的变动，然后在相关的商品价格上做同步的调整。 这波塑胶粒啊的抢购潮，唔那是民众无好买，嘛冲击到水果行的业者。因为人客来买水果，拢爱用塑胶粒啊来底，但是业者嘛讲，塑胶粒啊唔那是欠货，计销嘛起啊，因只好伫门口大海报，呼吁顾客家己准备环保粒啊，还是中好使用塑胶粒啊。厂商就是有通知我们大家说，如果那个塑胶袋大家能叫就先叫起来，后面叫货不方便。等那个时候就大概有涨25%了，不到1个礼拜又再叫货，又再小涨一点。 针对石化原料的供应，经济部讲，目前石化原料的大厂已经暂时停止输出，会优先供应国内有含顶油的厂商联络会供应，但是量可能较少一寡。若是有下游的业者提无原料，因会到协调。
我们发现有一些比较这个中盘的这些经销商，有一点点在心态上面有点延缓出货，或者是在做囤货的现象。我们要在此呼吁。上游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价格上涨，但是大家不要有预期的这个心理，这样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经济部产发署表示讲，希望大家莫有误解心理，不会造成市场的特殊规的乱气。若是有违法囤货的情形，经济部嘛会来做查处。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不少高中拢会开放中昼的时阵，会当出去外口食饭，互学生有较侪食食的选择。新竹高中最近也有学校的学生伫咧呼吁应该爱放定规定，也毋过校方是表示讲，为着学生的安全甲校园的管理，是爱搁再经过评估，而且嘛会找学生甲家长的代表做伙来开会讨论。学校外口有卖面的自助餐购点心搭，逐项看起来拢真好食，不过新竹高中的学生爱等到下晡4点下课才食会到。高中到底敢会当开放学生去外口食中昼顿？最近伫新竹高中引起讨论，同意甲反对的人拢有，家长嘛有袂少意见。可能选择多一点吧，我自己没差。大部分的学生都会觉得，没必要。出来吃饭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附近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吃，所以要跑很远。这样子出来，以防万一，如果危险怎么办？对啊，这是家长要负责呢，还是学校要负责？学校指出，目前学校内底有餐厅提供侪项的菜色，阁有超商。另外，也开放学生订外送，基本上学生的选择已经真多元。不过，也是会收集学生家长的意见进行讨论。学校里面是有餐厅，那学生也可以在餐厅里面订制便当。那学校也有 OK 超商，那就是学生也可以外订。当然，安全上的顾虑是一定会有，但是就像学生目前他们的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还是会先凝聚共识，再做最后的决定。学校也坦白讲，中昼食饭时间干了1点钟，伫遮尔短的时间开放学生出来外口食饭，就有可能因为排队等伤久，恐怕影响下晡的课程，所以需要真完整的评估，再决定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中基大学伫咧2021年无经过沟通，就甲专任教师一礼拜基本的上课时数增加4点钟，固定的津贴嘛汰掉。在工会去年就向台北市劳动局来提出劳资争议仲裁，即马判定要汰津贴，得要经过教师的同意，而且也要恢复本地上课时数。这工会是回应强调，大学自治无代表会当甲教师的权益改来改去。伫中基大学特色中心教册33年，林辉宏讲，创办人王永庆有教育的热情，教师有经常性津贴。不过2021年校长唐明德上任了后，管理团队以改革之名，将过去累具教师的措施变作一连串的跋涉。学型教师的基本授课时数提高50%，大幅删减原有的经常性奖金和津贴。甲下乡教师的逐礼拜基本授课时间增加4点钟，无甲教师讲3度固定津贴，工作奖的分配偏向管理行政。系数招生把工作奖金无达到有期，全体老师连做处罚拍9日。丁慧峰讲，真侪老师不满发起陈情连续抗议，拢无结果。所以，家己高教工会因为调解无成，去年向北市劳动局提出劳资争议仲裁，判定伫3月公布，要求学校把教学前的教师，应该说把所有的教师的时数都改回8、9、9、10，也就是原本的标准。学校爱恢复原本授课的时间规定。三度招生成效无好，加奖金9日规定，固定津贴的不利变更，爱得到教师的同意，保障固定薪水。工会强调，这是教师维权的抗战，唔通替大学自治做借口。大学自治并不代表大学可以无视教师的劳动权益，随便更改。中基大学声明，以大学伫定定授课时间，提供好的工作奖金。另外，仲裁判断个案，教师基本授课时间已经经过行政会议决议，以仲裁结果搁提到教务会议确认。其他相关仲裁结果接到仲裁判断书了后，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9月开始，芬兰国际学校要伫
高雄的前金国小开课，一个年级一班。前金国小的校长是表示讲，芬兰的教育甲咱台湾的是无啥共，强调自主学习甲跨领域的课程，会当帮助咱的囡仔来拓展国际观，而且也会当活用因的校舍。不过，这资源的分配也是更需要经过敲切。下课正式一单，囡仔随走出来运动行算。对今年9月开始，高雄前金国小这栋自强楼的1、2楼，将会成为芬兰国际学校的教室。去年就传出芬兰有意思要伫台湾设国际学校，对原地方向的桃园，落尾确定要设伫高雄。前几天，芬兰国会也专工带团来学校参观。前金国小校长讲，可能是因为学校就伫爱河边，囡仔会当亲近大自然，而且校园的硬体设备甲环境拢有下因的需求。因为他们也喜欢户外运动啊，喜欢活动。那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啊，里面就有游泳池、有健身房、有羽球馆啊、篮球。对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向国际化的那个方向走，因为现在好像英文这一块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对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有机会拓展囡仔国际观，可以当利用少子化数量出来教室，家长欢喜，校长嘛认同。教育局表示，即阵有愈来愈侪半导体产业来高雄设厂，国际专业人才进驻，都增加囡仔就学教育需求。因为芬兰的教育体制甲台湾的无相像，目前规划1年到7年会伫咧前金国小上课，一个年级一班25个学生，后续的8年到12年会伫高雄大学。那芬兰的教育，它是强调自主的学习跟跨领域的一个学习跟能力。那这个跟我们台湾在推动的素养导向的一个课程，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芬兰国际学校收的囡仔无限定爱芬兰的人，只要有外国护照，而且通过面试，就会当入学。前金国小校长表示，因为学制上的差别，两间学校上下课的时间无同齐。另外，关于资源共享的分配，这个问题拢需要搁敲切。不只个，若对长远的发展来看，对咱的囡仔帮助也是较大。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条真趣味的消息，是网络咧传讲有人伫台南渔港岛的海沙堡带15000块现金，并且有民众带家私去遐挖，也毋过在地里长嘛笑讲真欢迎大家去遐挖宝，顺续来清本色。海沙堡的小厝内底，民众手提会当背拖家私，一直敲一直挖，这毋是咧挖蛤蟆，是咧找传说中若是涉水的1000块。主要是网络顶即阵讨论甲真假的文章，有网友铺文讲，伫台南的渔港岛放现金15000块，只要对咧画面中的车辆标记的所在往厝内底行的提示，就有机会挖到宝。引起讨论。刚好近啊，不然他都在中部北部啊。对啊，所以这个人近期都有发过啊，对啊。有，真的有人挖到就对了。对，运气啊，如果挖到就赚到啊，如果没有挖到就当做运动了。这个消息传出来，有人随冲去现场要来试手气，现场已经互人挖出一坑一坑，不过也是真侪民众认为，这款消息恐惊是骗人的较济。台南市本地就个性啊，日本地有名啊，无需要做到安尼啦。早讲了，日本时代讲才有代金嘛，啥货啦？哟，迄日本时代代志啊，哪有可能讲摕钱来代价咧？唔超过济哦，这价都要搞到含白瓜。那当地里长认为，乃当带动这观光真欢迎，不过希望大家来这找宝，嘛爱下季节爱护环境。促进观光来这学啦，都看会当赶那本所亲近，安尼是上好的啦。其实咱安平现各地游客来这佚佗的魅力，早就通人知，不论是渔港岛也是关系平台，若人的人潮按算会更加济。春季会比较淡，可是今年是提前来到比较旺。所以就是大家进来就是一窝蜂，就是想要吃冰。那这都市寻宝到底敢有影，也是公生笑咧，拢已经伫网络顶引起话题。记者查考进前无联络到发文者，就单看敢有幸运者挖到宝，也是突破网络谣言。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南铁轨路做地下化工程，台南车头第2月台南段是经过争取，决定要列入去固定高级的范围内底，或者做有上百吨历史的车头月台会当保存落来。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继续进行，新起的地下车站结构已经完成。原地规划即卖车站第1月台属于固定古迹，原地保留。不过第2月台部分面对拆除危机，引发文化界的关注甲烦恼。经过文化部审议决议，车站的第2月台南北段大部分也列入去固定古迹的范围。特别注意它还是怎么样吗？其实不会，毕竟你现在要看
真的保存下来的火车站，要么就是很偏乡、很偏远。啊，你要在这么市区看到这么保留这么好的，比较难。可是这个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至少有个新面貌。可是我们有个新的，算新回忆嘛，还是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记忆都在这个地方。第二月台是车站当中唯一的倒式月台，伫建筑工法是采取早期钢筋控骨力的结构，后边是使用台湾罕见的40磅级的钢轨所搭的，呈现苏当时真厉害的凹钢轨的技术，甲资源再利用的智慧，对保存甲研究有真大意义。展现了当时车站对于人流管理与交通安全的前瞻思维。那月台采用钢筋混凝土，那雨棚使用40磅的钢轨，那部分构件是采用第一月台车站的历史遗构，具有高度的保存跟研究价值。除了历史甲技术的记载，第二月台也包含市民真深的感情，佮有丰富的记忆。因为安尼，台南市府表示，未来会结合铁路地下化甲四边空间的规划，继续推动修复甲再利用，兼顾交通的发展，保存100年车站的面貌。和这段铁轨路的记忆，将做世代之间做伙分享的城市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故宫推出新秀在现的特点，带大人囡仔做伙来探索伫个故宫内底信仰文化古物。另外，还有甲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有北港朝天宫来做虎爷甲妈祖的研究，证明新秀的文化伫民间有特殊的意涵。这是新四海龙王平常时会放伫咧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灵桥顶面，祈求渔民伫咧海上风调雨顺。这是1912年的古物，现在北港朝天宫改借予故宫做展览。有2尊是在天上的，有云彩的，两尊是在海底的，这样雕刻都很精细，很微妙。阁有这2只虎爷造型古锥，因为囡仔交得到猪头皮，民间流传虎爷有伫猪头皮的生日，也是保庇囡仔乖乖交大汉的神，所以虎爷嘛加做儿童的守护神。这也是大师傅借予故宫做展出的。2只，一只公的，一只母，做水的，做笑歌的。这是故宫博物馆目前推出的新秀在现的特点，除了有收集故宫的点钟以外，阁有大师傅和朝天宫的古物，隆重展出133件文物。开讲咧选咧展览什么的时阵，因介绍的，讲这个祖妈的神轿哦，那是第一代祖妈的神轿，真罕的出去。很丰富，我们看不完呢。你看，我们看了3个小时，我们还没看完。俗语讲，家头三笑有神明。故宫表示，自古以来，台湾人敬天地，所以信仰当中也有神兽的形象。这届甲神兽有关系的文物放伫咧故宫展览，也希望让大家看到民间信仰神兽工艺对台湾描述的特殊意义。记者陈林旭凯台北报道。今年咱的国片敢若第一季票房就已经创新高，超过9.7亿，甚至是超过2025年全年度的成绩。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而且今年阁是台语片发展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是有推出特典，要带民众做回来了解这段历史。文武将伊袂表示，为国民声笑眯眯。1969年的电影《张地找阿祖》是25岁杨丽花甲张地拍的台语喜剧片，伫咧当年造成轰动。其实台语片的类型多元，嘛有以动为故事改编 cosplay 各种动物的大件为回录。你都拍啦！废话咯，唔通啊！台语片今年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嘛特别规划报道第3世界的台语片特典。台湾第一期台语片是1956年导演何基明甲卖寮歌戏剧团姜乐社合作的《四边鬼》甲王宝钏。这部电影是陈丁山的投资，请姜乐社卖寮的姜乐社来主演。会当讲是甲迄个时阵，就想要看咱台湾人家己拍台语片的这种人民的心情甲展现出来，所以讲票房做好的，真做一个现象，所以规个台语片的时代全兴起来。第一期台语片的成功，鼓励导演何基明创立头一个民营的华星电影节片场。公映中心表示，才栽培真侪电影专业演员和技术人员等等，嘛替台湾电影发展打基础。伫这回的特典，中心嘛甲这几年典藏的文本用copy的形式呈现。研究计划里面就有挖出很多纸本的文物，像剧本。
海报等等哈。那民众来到这边的话，除了看展墙上面的资讯之外，也可以实际的去翻阅这些复刻的剧本，了解当时的剧本是怎么被撰写的。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这几年有出版以台湾电影产业地在的红盒册，民众嘛通伫中心照片来看。伫礼拜六也阁有台语片场地找阿祖的世界首映，前后礼拜也有纪录片《降落社消失的王国》等等的放送。记者卢尚珠、郑准佑新北报道。来看英国国教圣公会创下历史性的一刻，63岁穆拉里是正做1400多年来头一位领导英国国教担任全球圣公会精神领袖的女性。不过，接落来就要面对这教会内部分裂，也有各界对这女性领袖的质疑。手举宽堂代表性甲坎特伯里大教堂的西门卡山的穆拉里正式就任坎特伯里大主教，伊是英国国教自西元597年设立以来头一个女性领导者。这个典礼特别选伫天使报喜节来举办，真有意义。I solemnly commit myself before you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nd the whole Church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world. 穆拉里伫40岁进前是英国国民保健署的护理师，而且也做过护理长。就是典礼当中，伊特别使用当初时护理师佩戴的钳仔来代表伊的心意。威尔斯亲王威廉甲凯特王妃拢来见证这场结合传统甲现代变革的盛典。穆拉里强调，虽然伊还阁咧适应这个等于是基督教界教宗地位的新角色，不过伊希望这当鼓励更较侪女性勇敢追求梦想，无论这个梦想伫传统的观念当中有偌尔啊艰难。So there's something about celebrating women, but also being able to say to other people, in a sense, it's entirely possible for you to follow your dreams of what you want to do. 不过，穆拉里就任面对的是严格的挑战。前大主教威尔比因为处理教会内底性侵的案件无好势，伫2024年请时，互教会名誉受到损伤。另外，全球8500万的圣公会信徒对女性领袖也有 LGBTQ+ 议题意见无相同，特别是亚洲、非洲地区的保守派已经对伊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穆拉里敢会当伫传统甲变革之间找到共识，是伊任内上大的考验。The previous occupant of the job, Justin Welby, was ousted because of a scandal in which he failed to safeguard some of the church'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So a lot of eyes will be on Sarah Mullally to make sure that she gets that part of her administration correct. 面对前大主教留落来的危机，伊必须要做出改变，确保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老体制会当真正做是保护弱势的所在。这场权力的交接，毋但是跨性别，更加是教会自我救济的开始。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法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囡仔使用这个社群媒体。这是全世界第2个推动这款禁令的国家，也第1个是澳洲。不过，连国内对这项禁令意见也是无相同，咱做回来了解。法国的下议院国民议会以130票比21票，用绝对的优势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甲囡仔使用社群媒体。正做伫澳洲了后，第2个推动相像禁令的国家。Le constat est sans appel. Nos enfants lisent moins, bougent moins, dorment moins, se comparent davantage. 这项法案会禁止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TikTok 等社群平台，有这款功能的其他性质平台也拢袂当。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社群媒体是青少年出现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所以希望推动这项禁令。上好是伫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的时就上路。不过，真侪法国青少年对大人的想法是无啥要信到。Well, now I'm already 15, but I guess I'm gonna be pissed off because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necessary to do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everyone enjoys having social media, and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forbidden for anyone. Like 13 or 14, I think it's old enough, way old enough. Il faut protéger nos jeunes et nous aussi évidemment, mais il ne faut pas non plus que ça aille dans une diminution de l'accès à l'information pour les jeunes. 有民间团体认为，直接禁止囡仔使用社群媒体做法伤过极端。凡是更较好的方式是先要求平台负责任，家己审查内容。不过有真侪研究发现，社群平台可能出现的暴力内容、网络霸凌、甲性犯罪，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明显的影响。
要那要安怎保障青少年吸收新资讯的权益，又搁要保护因无受危险内容的侵扰，这是各国政府爱面对的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朋友。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6度，中部地区20度至30度，南部地区21度至31度，东部地区19度至26度。一个外岛地区14度至25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